如果你屋企門口有一個坑渠窿，而且呢個坑渠窿仲係正正對住你門口嘅話，咁樣我提議你最好係盡快揾人嚟冚咗佢，或者係鋪咗佢。喺風水玄學角度嚟睇，呢個煞位會導致漏財、不聚財、財不入屋，甚至乎係會影響家運同埋健康嘅。因為咧風水最講求咧係聚氣，而門口咧係成間屋氣流入屋最重要嘅位置。當個氣流由外邊要入屋嘅時候，就俾個坑渠窿射咗一部分嘅氣流出去。咁樣我哋有一句說話咧，叫做山管人丁，引水為財。咁樣你睇到落水嘅時候啊，嗰啲水啊都未入到屋企啊，就入晒個坑渠流走晒啦。OK， 咁我哋撇除風水玄學唔講啦，我哋就用現代社會嘅思維去諗，一個坑渠窿喺你屋企門口，個坑渠又臭又積水，又會生蚊蟲。最大鑊嘅係，有時你嘅車泊喺門口，一落車個鎖匙或者係電話唔小心跌落個坑渠窿，哇！咁你覺得係咪應該要冚咗佢先？如果你有風水問題，或者你想買屋、買鋪頭，甚至乎買廠，都歡迎你聯絡我 Jackie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